川普对顶关税税率出来，台湾的税率是20%，对美东时间8月初7开始施行。刚一份行政命令当中，川普有公布57个国家一个政治实体的税率。详细进行，咱来连线予公司的国际记者彭主席。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个对顶关税，到底对台湾爱扣偌济？他都还是公布是伫美东时间暗时的7点外公布这对顶关税的税率，台湾的税率是20%。根据这份行政命令，这关税税率生效的时间是美东时间的8月初7暗时12:01。伫这时间了后，就按照新的这个税率来扣对顶关税。刚一份的这个行政命令内底，嘛是总共算起来有57个国家来互公布。伫这个亚洲的国家，其实大部分是伫20%以下。台湾含这个越南拢是20%，马来西亚、菲律宾含印尼拢是19%。日本甲南韩是15%。不过，这甲行政院正前讲的讲法是无同，因为行政院正前是讲是有可能这台美会来做伙写一份联合声明，但是伫今仔日这个行政命令，敢若有美国总统川普一个人签名尔，是并无含其他的国家来联合发布。不过未来若是台美另外讲好这新的协议，嘛是有可能这对顶关税的税率会高在变化。以上公司国际记者彭主席伫美国北京的报道。